嗱，咁啊，今一批嘅嗰個特價單位咧，佢係有3個積嘅嚇，105方同埋132方嘅，同埋119方都有嘅。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買樓嘅青浪嘅下集啦。咁啊，即係今日嘅帶咗一啲算得上係筍貨嘅單位俾到大家嚇。咁啊，我而家所處嘅位置咧，係位於中心火個開發區呢邊嘅富人區嚟嘅，係海欣雲頂。咁啊，大家聽到呢個海欣雲頂嘅時候咧，就去諗，海欣雲頂係咪早期好出名嘅出咗事嘅嗰個項目咧？冇錯，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嚇。咁啊喺2025年嘅9月份、10月份嘅時候咧，海欣雲頂佢推出一波單位咧，7000幾嘅單價，大正裝係3棟樓王單位嘅。咁當時咧佢出咗啲咩問題咧？咁啊就係個價錢太平嚇，咁啊導致咗咧喺10月份嘅時候咧，俾住建局嗰邊叫停咗。一夜之間賣咗成30幾套，所以當時咧就遇到一啲咩2座啊、5座啊、4座嗰邊嘅嗰啲業主咧嘈起身，因為佢哋早期買嘅時候咧幾錢啊？要去到13,000、14,000，甚至乎有啲單位要去到17,000嘅，導致咗咧佢哋都好唔爽啊嚇咁啊，因為佢哋都知道啦，當時自己買得咁貴啊，咁啊而家又買得咁平，所以咧佢當時咧係出咗一啲事件，即係圍住成個售樓部啊，唔俾人哋買，唔俾人哋簽約。咁啊，我想問下呢批人，我真係覺得有咩意義啫？因為你當時買咧，其實高位買係嘛，價錢咧係市場決定嘅，係嘛？咁啊，佢哋當時咧就覺得唔開心咁樣嘅嚇。咁啊後邊咧又報咗警，警察咧又嚟咗啦，咁啊又叫咗決戰建國一邊咧去約談咗雅居樂呢邊啊，咁啊導致咧係成件事咧擱置咗大概1個月左右時間。咁11月份咧，佢哋就已經全部懵清晒㗎啦。嗰啲手續咧就完全正常去舉行㗎嚇。咁OK，咁啊講完呢個故事之後咧，咁啊同大家講翻今期帶俾大家嘅一啲比較筍嘅單位。咁當然啦，呢啲筍咧咁啊就係冇好似我哋之前3度嗰邊咁筍啦，係嘛？咁啊，但係咧佢都對於我哋成個片區嚟講咧係叫 OK 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海欣雲頂咧，佢係海欣新城入邊嘅最後一期嘅叫做收工之作嚟嘅嚇。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啊，前邊呢幾棟咧。即係佢海欣雲頂嘅第2期嘅，咁啊而家咧就被推出嚟嘅。今期咧就唔係同大家介紹呢啲嘅嚇，咁啊今期咧係同大家去介紹嗰邊一棟嘅嚇，一棟嘅單位嘅話咧，佢而家咧係冇起嘅狀態，然後咧佢而家嘅價錢咧7,900蚊起單價，咁啊有一啲單位咧因為高層嘅原因啦，佢要去到8,500啊左右嘅嚇，呢啲大概單價。咁啊陣間咧我去同大家報翻一啲比較詳細啲嘅價錢嚇，咁啊。大家可以睇到佢呢邊2期嚇，2期嘅話咧，我早期大致舊年嘅10月份，即係佢當時出呢件事嘅時候咧，我有嚟過一次咧。佢當時咧得矮矮地2-3層高嘅，起到2-3層高。短短咧大致係3個月左右時間啦，已經起到咁高啦。所以咧，佢呢邊嘅工程質量咧，同埋工程嘅速度咧，完全冇問題，資金完全冇問題嘅。有嘅咧就係有啲有心人去搞事啫。OK。咁啊呢啲咧係叫做正常嘅。咁啊今期帶大家咧一批產品咧，首先咧我哋籌劃講係前頭啊，因為佢嘅手續咧大致係要3到5個月左右嘅時間，即係手續嘅成個過程。點解咧？因為咧佢而家咧一棟嗰邊已經全部已經係現樓嘅狀態嚟㗎啦，早就已經係可以收樓嘅，但係咧佢就入邊有一啲單位賣唔出去，咁而家咧就有一個金主咧將佢全部包晒落嚟。包晒落嚟之後咧，而家咧行翻嗰啲二手流程，咁啊呢個金主咧就應承佢，我幫你賣咁樣嘅意思，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就係即係相當於咧你買呢批單位咧，完全同雅居樂呢邊係冇關係嘅，你可以當作係真真正正意義上嘅工程貨，係同工程方嗰邊去買嘅，所以咧佢係行翻二手交易嘅流程嚟嘅，咁啊時間咧大致係要3到4個月、5個月左右時間啦。即係包括銀行批款啦，包括我哋辦證嘅時間咧，大致咧就係有3到5個月嘅時間。咁啊呢一個可以接受嘅話咧，咁啊大家就影片先繼續睇落去。咁啊如果唔可以接受嘅話咧，咁啊而家咧你就可以跳過㗎啦。因為咧佢呢一邊嘅呢一個單位咧，確實風險咧係會有，但係風險比較細，因為佢已經係現樓嘅狀態嚟㗎啦。咁啊到時咧亦都係有擔保方幫你去做翻擔保，你唔使擔心話咁啊呢層樓咧你俾咗錢之後咧，你會唔會？嗰個工程所謂工程方或者金主咧會唔會走佬咧？走唔到嘅，喺呢啲全部走唔到嘅，因為咧係會簽晒合同，即係你落定當日咧就已經係要簽晒合同㗎啦，簽晒呢一個二手交易嘅合同喺度所以咧大家可以完全唔使擔心。咁二手交易嘅一個流程大致係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步咧就係你交完定金、交完首期之後咧，咁呢邊咧係會去交稅，
即係發展商咁啊，或者呢個金主啦，呢邊會去交稅出證，出完證之後咧就去叫你過嚟呢邊進行銀行嘅評估，即係喺呢套樓咧可以評估到幾錢，貸款到幾錢，正常咧就係足額嘅。二手交易嘅話咧，你係要俾2成首期啊，咁啊大家先記住係2成首期嚟嘅嚇。銀行評估好之後咧，佢就會出一個同貸書，即係同意將呢一筆錢貸俾你。咁或者有啲朋友講咧，我唔需要貸款，咁你一筆過咁啊咁樣方便啲，就係唔使等銀行呢一筆個手續啊。因為等銀行呢一個同貸書咧，要等大概1個月。因為我自己買二手樓嘅，即係我係翻去潮州嗰邊買咗一套二手樓嘅。咁啊，大致嘅嗰個流程咧都係咁樣嘅，即係銀行嗰邊出咗同貸書，佢到放款咧，大致係要1個月時間，所以咧先至會有個3到4個月嘅呢一個手續嘅過程嚇。咁啊，銀行出咗同貸書之後咧，你就過嚟呢邊去同發展商呢邊簽訂最後嘅一個合同，簽好之後咧，咁啊銀行嗰邊放款，咁啊就可以進行呢個過戶紅普洗嘅過戶，係大致咁樣嘅流程啊。咁啊先同大家講清楚，係要咁樣進行嘅流程嚟嘅啊。咁啊大家如果 OK 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就即刻帶大家去翻一棟嗰邊嘅實體樓嘅樣板間，帶大家去參觀下。Let's go！咁啊，今一批嘅嗰個特價單位咧，佢係有3個職嘅，105方同埋132方嘅，同埋119方都有嘅。咁啊，高層都有，中層都有，咁啊低層都有嘅嚇。咁啊，佢而家咧，佢呢邊俾出嚟嘅單價咧就7900蚊起嘅，然後咧仲有一啲單位咧係去到8000零蚊、8500蚊左右嘅單價嚟嘅，所以咧大家睇啱邊個面積，咁啊提前同我講，然後咧我呢邊咧去同佢呢邊去諮詢下，俾到大家一啲更加精確啲嘅價錢啦。咁啊佢呢邊係有一啲單位放出嚟嘅，然後咧佢呢邊咧係有一個特價單位，我亦都俾到大家睇一睇嘅。咁啊呢邊咧就係105方嘅，咁啊入門嘅左手邊咧，咁啊係會有個廚房嚇，有個廚房嘅空間。咁佢到時呢邊咧係無批交付嘅，所以大家而家目前見到嘅一切咧都唔係交付標準。到時係冇批交付，咁啊，好似佢咁樣裝修落嚟咁樣一套嘅情況下咧，咁啊大致係要去到15萬左右，即係包埋啲硬裝軟裝咧另計，所以咧提前會同大家鋪墊好所有嘢咧，我會提前同大家講好，咁啊大家可以接受咧先至過嚟現場去睇咁啊唔好到時一過嚟唔係我講嘅嗰個樣啊，咁啊點樣嘅，我唔中意嗰啲啱片嘅嘢。包括所有樓盤都係嘅，咁啊大家提前同我去聯繫嘅時候咧，我會同大家去講清楚呢個樓盤周圍有咩缺點，有咩優勢咁啊全部都會同大家講清楚。OK，咁啊我比較老實啲唔好似嗰啲其他經紀可能係即係口花花冇一個係正經嘅，咁啊我講嘅嘢咧就比較清晰明了啲好嘅同大家講，唔好嘅亦都同大家講翻嘅。就包括佢呢邊嘅情形，即係點樣就點樣，大家見到係乜嘢，我又同大家講乜嘢咁喺呢邊嘅話咧，就係有個大露台，105方有個好大嘅露台，3房2廳2衛嘅咁啊，佢呢邊嘅話咧，一個單位係叫做02單位啦02單位嘅話咧，佢望落去嘅感覺咧係會好舒服些少嘅另一單位同埋02單位都好啦。咁啊望落去咧，佢下低咧係成個園林嚟嘅。即係而家大家見到擺住啲工程嘅建築材料都好啦，或者係去到遠處都好啦，佢都係嗰個花園嚟嘅，而且係疊式花園，都幾好下嘅。好，然後咧佢呢邊咧就係佢嘅2期我鏡頭轉一轉冇好意思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嗰個2期嗰邊嘅咁啊2期嘅話咧，佢就需要等一段時間，應該最快咧都要今年嘅年中先推出嚟。咁到時嘅價錢係點樣樣咧？咁啊我哋唔知。同大家先打好個底先，因為佢2期呢邊嘅話咧係其他金主入場落去做嘅，佢發展商咧依然係雅居樂嘅，但係咧佢嘅建築嘅金主咧就唔係雅居樂噶啦咁啊係有另外嘅人咧提供錢俾雅居樂去起樓咁樣嘅咁但係大家睇翻啦，咁呢邊咧係廳同埋客廳餐廳咁呢邊嘅話咧就入到嚟咧係會有個房間先。都係風正正嘅，呢一個房間咧就係我哋入到去可以去到呢一個露台個位置嚟嘅，可以去到露台。然後咧轉翻過嚟咧，咁啊喺呢個位置咧係會有個洗手間。咁啊洗手間咧佢係做翻一個隔斷式嘅3分區洗手盆同埋入邊嘅馬桶位及淋浴縫咧係分開嘅。然後咧呢個位置咧係會有個房間仔。
咁呢個房間仔咧，佢就擺到張孖半床嚇，孖半床嚟嘅。好，然後入到嚟係主人房。主人房嘅話咧，佢係活動空間就好大㗎啦。啊，咁呢邊咧就主人房嘅洗手間，陶瓷嚟嘅。然後呢邊嘅話咧就係會有一個床啦，咁樣嘅一個情形俾到大家。即係大致咁樣用啦，105方咁佢嘅總價大致咧就係80零萬80幾萬咁樣嘅一個總價。咁而家咧再放出嚟呢個特價單位咧，39樓係佢頂樓嚟嘅。咁其實咧佢仲有一啲6、7樓嘅。咁6、7樓嘅話咧最好點解咧？因為6、7樓啱好係黐住前邊嗰個花園個位咁樣比較好啲。好，咁跟住嚟講咧係會有一個119平方帶大家過去嗰邊參觀下。咁跟住落嚟呢隻咧係119平方呢個係03單位嚟嘅嚇。咁帶大家咧睇一睇。咁佢呢邊咧係叫做第3房。你如果話覺得105方已經夠用嘅情況咧，咁119平方咧就完全冇咩必要嘅，因為佢呢邊同樣咧都係做3房嘅設計嚟嘅嚇。咁當然啦，咁呢隻嘅話咧，佢嘅空間感咧睇起身會更加大氣啲同埋舒適啲嘅。同埋咧佢嘅一個朝向會更加好啲，因為佢呢個朝向咧係朝正南向嘅。咁啱先我哋個105方嗰邊係朝東向嘅。朝頭早咧就會有啲太陽咁樣曬過嚟咁樣嘅，但係呢個咧咁就係唔怕東南向嘅朝向嚟嘅嚇。值得同大家去講一講嘅係咧，就係佢呢個119平方，佢而家嘅毛坯總價咧大致咧就係90零萬、94萬左右嚇。當然啦，有啲低樓層嘅單位佢價錢係唔同嘅。大家咧如果話想要知道低樓層嘅單位係幾錢啦，或者係高樓層嘅單位幾錢嘅，中樓層嘅單位幾錢啦，隨時聯繫翻我。OK， 我幫大家睇一睇而家剩低啲咩貨咁樣㗎。OK， 一模同樣嘅玄關位，呢邊係擺鞋櫃嘅地方然後咧後邊呢邊嘅話咧係個廚房呢個廚房咧就明顯比啱先個105平方係大好多啦，係嘛？跟住落嚟咧就餐廳位同埋客廳位，而家咧係冇擺埋家私家電嘅，所以咧就大致咁樣嘅空間感。OK， 呢邊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外托嘅露台位。可以俾到大家咧放翻個洗衣機同埋熱水器嘅地方。晾衫可能呢個位置咧就唔太夠。當然啦，你如果話一家2口嘅話咧，係夠嘅呢個位置嚇。跟住出到嚟呢個位置，佢同樣係有帶埋個長露台嘅，所以咧佢係無論係105平方都好，119平方都好，又或者係去到132個方都好咧，佢全部咧都係有個好大個露台咁樣用嘅嚇。然後咧，佢呢邊嘅話咧就朝南向嘅，佢美中北側嘅電咧就係會距離翻呢個南外環咧係會有少少淡嘅。呢條叫快速路嚟嘅嚇。快速路嘅話咧，佢到時咧大家可以睇到啦，係有啲車輛經過咧係有啲少少噪音嘅嚇。當然到時咧你如果話關埋個窗戶或者關埋個門嘅情況下咧，就唔會受到呢啲太大嘅噪音影響。當然你夜晚瞓覺嗰陣時咧，肯定都會嘅，都會關埋嘅。OK， 咁呢個咧係佢嘅大露台啦。入到嚟咧，就係啲房呢邊咧係洗手間，就帶住大家睇下個尺寸個大細咁樣樣嘅。然後咧呢邊係嗰間房，呢個係連通翻外邊嘅露台嘅嗰間房嚟嘅嚇。大家可能聽到而家咧好多噪音因為樓上咧就係一直喺度裝修緊嘅，因為佢呢邊成一棟咧都係無坯交付嘅，所以咧你難免到時咧你就算你裝修好之後咧，都有可能有人喺度裝修，呢個係避免之一大家可以接受嘅先至去買。當然啦，你裝修嘅時候咧都可能嘈住其他人嘅。咁呢邊嘅話咧係會有一個房間。不過大陸呢邊係有規定嘅嚇，裝修嘅時候咧，佢係分時段嘅。比如啦，我哋朝頭早嘅9點鐘之後咧，先至可以正常去施工嘅。去到晚黑6點鐘之後咧，就已經唔可以施工嘅。中午嘅12點鐘到2點鐘咧係唔可以施工嘅。工作日先至可以施工。如果非工作日，即係國家嘅法定假期，星期六、星期日咧係唔可以施工嘅。包括咧你平時中秋放假啦，或者係國慶放假啦、春節期間咧係唔可以施工嘅。即係譬如之類嘅，即係公眾假期咧係唔可以施工嘅。OK 跟住呢邊嘅話咧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同樣咧有啲人咧會問啦，咁示範單位有冇得買咧？
呢個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咧係可以買嘅，只不過係話咧係需要等到人哋上邊所有嘢全部清洗之後咧，佢呢邊先會拎出嚟賣。咁到時咧佢嘅價錢咧可能會貴翻些少，亦都有可能係平翻些少。咁啊，大家咧可以靜待我嘅消息。咁啊，佢呢邊嘅一個消息有更新嘅話咧，我即時會同大家去講翻嘅啊。咁呢邊嘅話入到嚟咁啊，就係個主人房嘅臥室位啊。即係整體嘅感覺就係咁樣樣嘅嚇，咁啊今期咧就只能係帶大家去睇個105方同埋119平方，因為嗰個132平方嘅話咧，佢就冇放嗰啲示範單位出嚟嘅。咁啊，大家到時咧你需要嘅話咧，我會帶大家咧嚟到現場去睇翻佢有冇批交付嘅情況下。咁啊，我哋今期視頻咧就大致係嚟到邊，咁啊有一講一啊，咁啊都同大家做翻一個簡單總結先嚇。首先咧就係海欣雲頂呢個位咧，佢確實係有好大嘅一個優勢係邊個地方咧？就係佢周圍嘅配套資源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硬性配套咧係全部都齊晒嘅。比如啦，你想要學校啦，咁啊門口咧就已經係有個中山市嘅三欣學校。咁呢個學校嘅話咧，係中山目前嚟講國際學校入邊算係好嘅學校嚟嘅，私立嚟嘅嚇，唔係公立嚟嘅。OK， 另外嘅話咧，就係佢呢邊嘅話咧，海欣佢本身係有一條叫做淘金街嘅，咁啊入邊咧有好多嘢買，咁大家行落去大致係5分鐘左右嘅距離，好多嘢買，你基本上咧你生活上邊所有需要嘅嘢喺淘金街入邊咧，全部都可以揾得到嘅。OK， 咁啊跟住嚟講咧，你基本上咧你住喺呢邊嚇。自然生態環境好，呢邊旁邊咧有個長江水庫啦，又都有成個中山六塊五桂山，非常之好嘅一個空氣環境。美中北都一點咧，就真係佢係冚住呢條路啦。我而家企喺露台嘅位置咧，就會聽到外邊嘅一啲車聲、嘭嘭聲咁樣過去。但係當然啦，你翻去屋企嘅話咧就唔會。啱先我喺入邊係聽唔到嘅，只不過係喺我哋露台呢個空曠嘅地方先至聽得到啫。所以大家你揀單位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去揀翻105方。嗰邊咧就潮東強嘅，佢唔係好似我哋呢邊會嘈到不得了。喺潮東強嗰邊係唔會嘈嘅，即係105方，即係0102單位都得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嗱先通過右上角呢邊嘅 QR code 同我呢邊取得聯繫嚇。咁啊，呢邊嘅話咧，交通又方便，購物又方便，出行又方便，各樣嘢咧都好方便嘅。有興趣先通過右上角呢邊 QR code 同我取得聯繫。咁啊，我呢邊咧。亦都可以安排到專車去到香港嗰邊接送大家嚟到現場呢邊去進行考察翻。咁海欣呢邊咧可以作為第一個去參考嘅一個項目。咁啊跟住落嚟，我會根據大家一啲需求咧，會帶大家咧去翻其他嘅地方去睇下其他嘅項目，去做翻一個對比嘅。大家唔使擔心話即係你派專車嚟到呢個項目咧，係咪一定就要買呢個項目？唔係嘅，咁你買其他項目都得嘅。所以咧，大家完全唔使有呢個憂慮，亦都唔使話一次過嚟又即係一定要買，唔需要嘅。同阿 J 呢邊做翻個朋友咧，我唔需要大家一次過嚟就一定馬上要買嘅。你可以睇多幾次都得嘅。咁我服務方面咧會做到位俾到大家。OK，咁啊，我哋其他嘢唔講太多。大家如果對於海欣雲頂有更加多詳細想了解嘅地方咧，可以隨時揾翻我了解翻。OK，我哋下集再見，拜拜。